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期中选举也继续咧开票。共和党目前伫个众议院摕到217席，离控制众议院也阁差1席。也毋过，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已经伫个台湾时间早起的10点，大大来赞赏共和党已经甲众议院抢倒来。伊当时来宣布要来参选2024年的总统，讲要互美国搁一届来伟大。 In order to make America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, I am tonight announcing my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 虽然这届的选举，共和党并无像外界所预测的大赢，也毋过嘛无影响到川普要搁来选总统的决心。川普学了家己过去的政绩，讲伫伊的任内，甲北韩、甲俄罗斯、甲中国拢维持着好关系，互美国的经济甲世界的局势拢保持稳定。川普阁讲，若是即摆的总统是伊咧做，安尼乌克兰甲俄罗斯都袂起烧战。川普嘛批评着拜登对40年以来上界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一点仔台话都无，才会互美国一直爬袂起来。川普的发言是得到支持者热烈的掌声。